台南一中校友杯公益篮球赛在体育馆热情展开，跨越3个世代，年龄相差40岁，250位校友齐聚一堂。除了用篮球比赛评分数，也展现南一中校友的向心力。从国外回来的时候，因缘际会，可以从学长手边接下办南一中校友杯的比赛，然后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。然后一次比一次的完整，就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盛大。那我们把校友杯的比赛都是全程按高规格，请专业裁判与记录台做记录，然后还会有奖金、奖杯、MVP 的奖杯这样子。台南一中校友遍布海内外，在各领域都表现得相当优秀。毕业之后各自忙碌，跟同学聚会的机会变少。透过每年的校友杯活动，能够联系感情。画面中的这场比赛是由50年次的校友对上79年次的中时代。在比赛前，老校友也对学弟们信心喊话：学弟们打球，尽量发挥没关系，我们会让你们的。重回一中的校园，想到当年呢，确实是还不错的，体力也不错，但是现在不能讲说不减当年。是非常逊色。回到自己青春时期熟悉的球场上打球，虽然体力不如当年，但有满满的回忆。赛事当天恰逢7夕情人节，校友都带着家属一同参与。赛场上火热十足的对战，赛场下老同学互相分享日常，用比赛见证友谊。记者郑怀台的报道。